来看屏东戏曲故事馆推出以捧场做主题布景画电脑，展出陈冠良的作品。伊自细汉就开始画戏台布景，后来拢改用电脑印刷，伊就伫路边画项目，一直到明华园来找画布景，伊才个开始画。那么做伙来欣赏。人偶合一哦，然后这个翁仔就是甲本身咱草图师同款，拢徛伫同一条线。布袋戏的翁仔伫咧色彩丰富的彩楼布景头前来扮演是搁较显白，这的布景拢是画师陈冠良一笔一画画出来的。从国中开始，伊就咧画布景，一直到20几年前，电脑印刷取代手工画，伊放弃手工画布景，甲电影扛棒的工课，改伫咧路边卖项目，一直到明华园来找伊，甲伊反复布景。陈正岳先生，才讲看到迄个民主，我第一捧场2块价，从对遐开始，开始咧接触画布景。这个舞台画甲咱真正一座庙，所以人咧讲歌仔戏是一个庙堂文化，庙堂文化，所以就讲伊的个布景，我更感动的是讲，通常歌仔戏的布景，拢用色足大。但是伊不但大大了的时候，它的颜色很有层次。捧场2字代表戏班收听的感情，嘛互观众师重新举画笔。20几年来，除了画歌戏甲布袋戏的布景，伊嘛替艺术展览画主视觉。紫光灯照伫咧画布顶头，画内底人物就活灵灵。它的里面是有感情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光线是有感情。这几年传统工艺豆豆仔受正人注重，科技虽然会当快速生产作品，不过关良师伊讲手工画出来的温度并无法度被取代，伊寄望透过布景画师的角度，让大家了解传统戏剧工艺的水。记者柯昭阳，屏东报道。